處女座今周嘅運程，我哋抽到係 The Magus 魔術師。我諗呢張牌大家應該都好熟悉，呢張牌都好熟悉。The Magus， 我睇下個色彩，色彩係一個淺黃、淺綠，代表一個活潑，但係另一方面係缺少激情。另一方面缺少激情。淺黃、淺綠，佢內心係有激情、有熱烈嘅激情，但係佢外表係一個比較少少嘅冷漠，少少嘅一個沉靜。再睇下我第一眼睇到乜嘢？飛，一對好似翼，好似一個鳥嘅翼喺度襯托佢哋飛。仲睇到一個陪伴佢左右嘅充滿活潑嘅小物品，仲有佢嘅樣好得意。喺處女座今個星期，人哋抽到係一正面牌。總結一句就係、你可能會某一件值得高興嘅事會發生，令到你有少少一個得意忘形。唔知點解我今日唔係好鍾意一個魔術師佢嘅表情，我唔好鍾意佢嘅今日嘅表情，或者平時睇得順眼啲，但係我今日唔鍾意佢。佢係一個比較有啲太得意忘形過度了咁嘅感覺。我再睇返下佢右邊有一個生物握住好不甘心嘅拳頭，你今周嘅快樂，你今周嘅得意忘形係建立喺別人嘅痛苦之上。你今個星期可能會春風得意，但係由此而可能會引起另一個人嘅暗暗中對你嘅怨恨，為以後你哋嘅矛盾嘅爆發埋落咗少少嘅一個部分。呢個其實係感情同事業都可以以一個中心點嚟講。牌面解釋，我哋今日講簡單啲。佢今個星期，佢嘅感情嘅天空係唔係晴朗？好似見到啲月光，好似見到啲古老嘅羊皮捲起嚟嘅一個文字。處女座對應嘅水星，水星今周係佢會逆行，佢今周會逆行，佢喺你嘅一個命宮嘅邊緣，佢行得好瑣碎，好謹慎。佢慢慢睇住你，攞住筆記低你嘅一言一行，注意下，佢唔單止記低你表面嘅一個言行，佢仲可以記低你心入邊想諗嘅、未講出口嘅一個念頭。你認為嘅一個，無論係你同你伴侶之間嘅秩序同習慣，或者你工作上嘅一個日常嘅，你可以講話理解一個秩序。你認為啲秩序都係存在，但係
佢陰影已經唔係正正咁喺你側邊，亦就講陰影已經不知不覺咁移咗去咗你身邊人嘅另一邊，呢個陰影。可能一個星期喺某一個夜晚裏邊，你會突然間察覺到，你係咪一個時間好似慢咗半拍，講嘢好似講多咗，或者係你發畀人嘅信息，通過手機發畀人哋嘅信息，無啦啦會多咗行。天氣好似好暖，但係喺某個夜晚，如果你無啦啦感覺到突然間有個冷意，嗰個唔係冷意，嗰個係恐懼。呢種恐懼係嚟自於呢一個星期嘅秩序方面引起嘅混亂。如果一切都太完美，命運佢會有一個好細微嘅，你感覺唔到嘅，偶然間犯個錯誤。你犯嘅一個錯誤，其實係一個命運提醒你，你係人，唔係神。喺神話中，羅希納、雅典娜，佢呢個星期會企喺你背後，雅典娜企喺你背後。但係我所理解嘅雅典娜，佢冇溫柔嘅雅典娜，佢唔係溫柔，佢係帶住一個鋼盔，帶住一個銅嘅一個護角。佢嘅眼好清澈，好冷漠，好無情。佢會從你偶然嘅一個錯誤，佢通過你犯嘅錯誤，佢指出你忽略到嘅一個，可以講係你嘅一個人格嘅裂痕。如果你繼續將你對配偶、你對伴侶嘅責任、你對工作嘅熱情當做一個好神聖嘅儀式，你當咗一個係你畢生嘅責任，要小心，最終你會變成祭品。最重要注意下呢個星期喺感情嘅處理同工作嘅人際方面，你偶然間你不知不覺咁講嘅某幾句話，好似一個雙刃劍。你認為一個正確嘅話，但係可喺你嘅伴侶或者係其他人嘅心目中留下咗冇辦法逆轉嘅陰影。有時候沉默比解釋更加仁慈。喺工作上唔好試圖控制你可以控制嘅嘢，唔好試圖去控制你可以控制嘅嘢，否則你會發現到失控嘅時候，否則你發現到可能會失控嘅時候，一句高虛啲辣語，過分追求冇雜質嘅追求，過分追求一啲嘢，佢會畀一個純正吞沒。
所以喺一周建議你容許一啲混亂嘅事或者人存在，容許一啲混亂嘅人或者事存在。